今日我哋一齊嚟學習禱讀中一個非常寶貴嘅要訣，就係要真。咁點樣先喺禱讀中嘅真？簡單嚟講，真就係誠實咁面對自己咯，同神敞開我哋裏邊最真實嘅感受、掙扎、渴望同埋感恩，唔需要掩飾，亦都唔需要特登去美化佢，所有嘢都係發自內心嘅回應。我哋嘅祈禱係因為神嘅話語觸動我哋裏邊而自然流露嘅，而唔係頭腦組織出嚟一啲好華麗嘅詞藻，亦都唔係要模仿別人嘅祈禱。所以呢個係我哋同神嘅對話，唔係一個表演，亦都唔係一個宗教儀式，而係我哋呢個咁獨特嘅人同呢個神一個最活潑、最直接、最個人嘅回應。咁我哋一齊嚟睇下一啲示範，知道咩係真？我主耶穌，我哋都需要一顆清潔的心，一個正直的靈，好讓我哋能更好地服侍你，榮耀你嘅名。主啊，你係聖潔嘅，我哋應當追求正直和清潔，呢個係你的旨意，求你幫助我達到你嘅標準。主啊，聖經教導我哋要有清潔的心，正如大衛所求的，我哋也當追求聖潔。以上都係一啲比較反面嘅例子，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可以真啲。主啊，我好想有一顆清潔嘅心，但我覺得自己成日被雜念私慾捆綁，冇辦法完全信服你。主啊，我知道你能夠完全更新我，求你親自幫助我，為我做一個全新的心，讓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，能夠專注愛你，遵行你嘅旨意。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覺得自己的心被罪影響，求你重新做清潔的心，求你幫助我站立得穩，讓我裏面的靈不再搖擺不定。神啊，我個心好污穢，嗰啲網絡上嘅圖片，嗰啲隱藏的思想，求你潔淨我，